大家好。24節氣中嘅大雪話俾我哋知冬季已經來臨，但你知唔知道點樣先可以喺呢個時期保護自己免受寒冷侵襲呢？大雪標誌住冬季嘅真正來臨，北方地區嘅積雪不僅覆蓋咗大地，仲為植物提供咗過冬嘅保護。春天來臨時，呢啲積雪融化後能夠滋養土壤，為農作物嘅生長提供水分。南方雖然唔會落雪，但係氣溫卻明顯轉涼，流行性感冒嘅高峰期亦都隨之而嚟。喺呢個時期，我哋應該特別關注頭部同埋足部嘅保暖。如果頭部受涼，可能會引發頭痛或眩暈，因此外出時一定要記得戴帽。咁點解足部嘅保暖同樣重要呢？因為足部距離心臟較遠，血液供應較慢，極易受寒。而泡腳不只能促進血液循環，仲能幫助我哋放鬆心情，提升睡眠質量。總之，大雪不僅係天氣嘅變化，更係對我哋健康嘅提醒。希望大家能喺呢個寒冷嘅季節保持健康，迎接美好嘅冬季。今集盧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辣福點讚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